湖南上海市区闲话教程第4期。今朝提前来讲讲上海话数字当中从1数到10。1、1、1、2、2、2、2、2、2、2、2、3、3、3、4、4、4、5、5、5、6、6、6、7、7、7、7、7、8、8、8、9、9、9、10、10、10。近2年，上海话用的比普通话稍许多眼。单独表示2迭个数字的辰光，用的是2。2楼高2等词组，也可以讲2楼高2。表示数量用2，比方讲2只。更大的数字哪能讲？阿拉后头再讲。迭个是我的 QQ， 大家可以关注妇女学堂。此里3个群，一个是我的粉丝群，一个是上海话学习群，还有一个是沪粤地区同乡东方 project 系列交流群。挨下去，我来试一个新的规则，用普通话大致推导上海话。此里为了想分阶段弄细巧朋友方便学，用分阶段的普通话。今朝来讲讲普通话啊、安、嗷、ai、昂。啊，直生词有啊，其他有啊、呜、吧、啦、嘎、大、大、补。安有安、爱、安、南、难、来。嗷往往是嗷、老、闹。ai 直生词有啊，其他有爱、啊、吧、吧、来、开、那、拉。昂有昂、昂、扬、唱、上、趟。